也伫咧花蓮下晡時到西北河萬里溪放山湖，這個水量是增加。本地預估講7月19飯點7月20這個水會填出來。今麥中央災害應變會議是修正評估，講提早到7月19，也就是明仔載中晝12點1樓。也針對紅色警戒這個保全護士點佇咧收容中心是點甲講這個壓力有夠大，指揮官就派專家去甲因輔導。透過3D 建模影片，因看到放山湖壩體真濟所在出現洩漏，在1082公尺洩漏點，水量明顯低過前一天。上升的水位接近成藥樓口，一場大雨雨，河集流量增加，原本有個延後的藥樓時間，大雨過後，個修正提前了。達到壩頂高層的1087.5提早到7月19的中午12點，這個部分還是要看上游集水區的雨量。其實這也敢若是有個時間，10月下晡佇中央災害應變會議，學者佇指揮官季連成對問之下，解說雨若停，藥樓時間自然都會延後。那如果降雨沒有持續，到了下一報的時候，可能時間會稍微拉長。明天中午還可能再往後，又會往後延。是的，是的。落雨壩體結構攏存在無確定性，林保署花蓮分署也派人去收容中心，用保障和解說為什麼藥樓時間一直改變。它什麼時候是整個很大的水要流下來，我們都不曉得。你們還是住在這邊比較安全。因為紅色警戒設立的保障和200多人生活在收容中心10天，身心的壓力攏真大。早起鄉村等於警戒區的厝內摕物件飼精神，指揮官也同意支持，應盡量放行出關活動。保政府專家緊急關懷輔導，公所盡力安排活動。今日下午3時安排精油紓壓課程。下午4點，有替代役關懷大使團慰問。藥樓延後閣提早是普通狀態。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指揮，除了西部大橋維持虹橋其他鐵公路架橋的管制，依然愛考慮民眾需求。代替也表示，18、24點進前的國級列車正常駛，19中晝進前的賽車資訊，在暗時8點進前公布。記者綜合報道。